大家好，我係 Alfred，又開始我哋新一集嘅心之療愈 Podcast 版啦。咁每一集啦，我都會同大家分享翻一啲關於兩性關係，又或者係身心靈嘅話題嘅。咁如果你都中意聽呢一類題目呢，都可以多啲俾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咁今集呢，我會同大家分享翻一個真實嘅故事嘅。咁就係曾經一個我處理過嘅一個感情嘅問題啦。如果大家都有拍過幾次拖，我諗呢應該都會遇過一啲佔有慾好強嘅另一半嘅。又或者咧，可能自己曾經咧都成為過呢一種嘅拍拖對象啦嚇。咁佔有慾呢樣嘢呢，我諗每個人呢都天生就有噶啦。當我哋好中意一個人嘅時候呢，好易就會想完全咁擁有對方。但若果呢一種原始嘅佔有慾擴大到某個點嘅時候呢，對段關係或者對自己又會產生一啲咩變化呢？嗱，當人嘅慾望去到極端啦，可能呢就係帶俾我哋痛苦同埋破壞嘅開始，因為我哋睇個世界嘅角度或者係方法呢已經完全唔同晒，我哋只會留意緊我哋得唔得到我哋想要嘅嘢，又或者當我哋得到嘅時候，又會好驚會失去而家已經擁有嘅一切，咁慢慢呢就會將我哋擁入咗去一個心靈嘅無間地獄。咁好啦，喺正式開始講故仔之前呢，都可以俾一個思考問題大家諗下嘅。如果大家曾經又或者未來唔知幾時，可能都會遇到呢一類嘅佔有慾超強嘅情人，咁除咗分手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處理或者改善個問題呢？嗱，咁喺今集嘅尾段呢，我就會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睇法或者一啲方法嘅。好，今日咧呢一個故事嘅主角呢，就係蘇怡，咁佢係一個呢30加嘅女仔啦。咁啊，經朋友介紹之後呢，認識咗一個男仔，咁啊覺得好啱 feel 啦，然後呢就好快發生咗關係，跟住順理成章呢就拍拖啦。但係咧呢一段感情呢，其實只係維持咗幾個月嘅啫。咁原因就係呢，因為阿蘇怡對男方呢嗰種苛索呢，實在係太過強烈。咁結果呢，就係好快就結束咗呢段關係啦。嗱，咁我都補充少少啦。今日呢個古仔呢，雖然係一個真實嘅一個故事，不過呢，裏邊嘅一啲內容啊，或者關於當事人嘅敏感資料呢，其實都會係經過唔同程度嘅修改嘅，咁就保障翻呢當事人嘅私隱咁樣啦。好啦，咁就講翻阿蘇怡呢個古仔啦。咁當初呢，由佢哋正式拍拖嘅時候開始啦。好快呢個女仔呢，就已經係不斷要去過問男方嘅生活模式啊，可能係識咩朋友，甚至乎呢男方身上邊呢有冇任何嘅壞習慣啊，例如係個男仔呢本身呢其實都好中意飲酒嘅，咁啊成日都會出去同啲朋友去飲嘢啦。咁每一次飲嘢嘅時候呢，我諗大家可能都會見過呢啲 case 啦，個女仔呢都係好緊張啦。然後會用各種唔同嘅理由呢，想阻止個男仔出去啦。就算阻唔到，最終個男仔出咗去都好啦，都會成日都追魂 call 啊。然後呢，又要去影相報道啊。個女仔個官方説法呢，就係話擔心佢又飲大咗，又或者本身就係唔中意佢有飲酒呢個習慣，因為傷身。但係其實呢，大家好容易就會聯想到，其實都係唔想個男仔出到去同唔同人去飲酒嘅時候呢，可能又會識下其他異性啊。呢啲亦都係一啲蘇怡喺開始拍拖嘅時候，好快就已經開始有嘅一啲嘅行為啦。而最終嘅目的呢，其實都唔難理解啦，就係想盡快將呢個男仔呢完全私有化啦，亦都係將佢嘅人生呢接管過嚟嘅。咁喺開初嘅時候啦，個男仔當然啦都會盡量去滿足阿蘇怡啦，因為其實喺開始都仲係幾中意嘅，甚至乎呢都係一個熱戀期嘅階段啦。咁個男仔呢，有時都會想多啲見到阿蘇怡啦，甚至乎呢見到阿蘇怡咁緊張自己呢，個心呢可能都會有少少開心嘅。但係持續咗一段時間之後啦，呢一種情況呢係完全冇減輕到啦，甚至乎呢其實係仲係越嚟越嚴重嘅。就好似呢，當阿蘇怡一唔使返工嘅時候呢，基本上90%時間呢都會出現喺男朋友屋企嘅。雖然個男仔係自己住，其實又唔算好唔方便嘅。不過呢，好多時返到屋企嘅時候呢，就會見到個女朋友棟喺度。有時呢，雖然都會有事前通知啦，但係有時呢又唔會嘅。所以呢，亦都會覺得有少少奇怪啦，甚至乎呢，慢慢呢會有啲煩厭嘅。因為佢唔淨止係出現喺個男仔屋企啦，而係以佢嘅性格呢，亦都會對男方嘅生活啊、佢嘅起居飲食啊，都會有好多大大小小嘅意見嘅。我諗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啦。咁個男方呢，好快呢就已經有啲抗拒啦，甚至呢，有一次呢，當阿蘇怡見到個男仔同某個 friend 喺度 WhatsApp 嘅時候呢，
直情見到個 message 就話咧覺得自己個女朋友好煩嘅。而當呢一種情況持續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諗大家都可以預計到啦，男仔呢有意識咁樣逐步同阿蘇兒呢慢慢保持距離嘅。咁開頭嘅時候呢，其實都唔係諗住真係要同佢分手嘅，只不過希望大家叫做唔好見得咁密，咁等阿蘇兒個頭腦呢可以冷靜翻啲，亦都唔好成日都俾嗰種戀愛嘅感覺呢影響得佢咁緊要嘅。咁但係對於一個佔有欲好強嘅一個人嚟講呢，喺佢角度呢，佢係完全唔會明白男方嘅用意啦。即使個男仔已經同佢解釋咗都好，喺個女生嘅腦入邊呢，其實只會諗就係對方係咪想同自己分手啦，甚至乎呢，久唔久就會按捺不住咁樣去質問個男朋友：喂，點解你好似有啲刻意咁樣去避開我啊？又或者點解明明你係得閒嘅，你都唔同我去街啊？咁你係咪識咗第二個？或者你係咪想分手呢？咁然後慢慢呢，男方就由原本其實都係想大家 calm down 一下，到真係心裏邊咧萌生咗一個想冷靜嘅一個念頭，就趁住一次大家又係為咗類似嘅情況嘅嗌交嘅過程呢，咁個男仔就順勢呢，就話俾佢知，不如我哋冷靜翻一排啦咁樣。其實喺冷靜期入邊啦，大家都唔係冇機會去修補翻個關係嘅，因為佢哋兩個依然都會有定期聯絡啦。男朋友呢，亦都會表現出呢好關心啦，甚至都會幾掛住阿蘇兒嘅。不過只係咧，每當大家行近翻啲嘅時候咧，蘇兒嘅控制欲咧又會再發作啦。好似係可能大家喺傾電話嘅時候咧，又要對方去交代喺 IG 上邊見到一啲嘅異性朋友啦，又會問下佢：喂，你係咪近排新識㗎？你哋係咪已經發展緊啊？咁樣樣。當大家又因為呢啲事咧，又有啲摩擦衝突嘅時候咧，當阿蘇兒冷靜翻落嚟之後，佢又會覺得好後悔，又會覺得自己咧好似係做錯嘢，將個男朋友咧推得更加遠。然後佢事後咧就會錄一堆錄音咧去解釋翻自己，其實我都係緊張你啫，我都係因為唔想你俾人搶咗去，咁樣一堆嘅説法啦，希望個男朋友咧係可以理解，甚至乎係體諒自己。而喺呢個冷靜期裏邊啦，咁大家見面嘅時間當然都係近乎零啦。咁所以喺蘇兒嘅角度呢，其實佢係真係每分每秒呢都好想揾啲理由呢去令到個男方出嚟同佢去見面嘅。例如可能係話買咗啲禮物俾佢啊，又或者係好用心機自己做咗一啲小手工啊，好想親手去送俾佢啊咁樣啦。咁最終呢，都真係男方願意出嚟同佢去見面啦。咁但係見面嘅時候呢，蘇兒亦都冇好好把握呢個真係好珍貴嘅機會啦。可能係當對方出嚟遲到咗5分鐘呢，自己又會俾面色佢睇嘅喎。又或者當個男方應承咗佢可能係食個晏嘅，然後差唔多要走嘅時候，咁阿蘇兒呢又會夾硬去想留住對方啦，唔俾佢離開啦。而喺經過一而再再而三喺愛情世界裏邊嘅低級錯誤之後呢，最終呢，男朋友就直接 ghost 咗阿蘇兒啦。咁然後段關係呢，就正式宣布死亡啦。嗱，咁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啦，第一時間喺我腦裏邊出現嘅諗法就係，其實好多人都會講啦，喂，對方係中意你嘅就點都係中意㗎啦，唔中意無論你做乜講乜都係嘥鬼氣。嗱，呢個説法咧可能都有佢嘅道理，但係咪咁就係可以去合理化自己不斷去令對方覺得辛苦，而又期望伴侶幾辛苦都好，都係唔會離開自己呢？因為佢係中意你，佢就係永世都會中意你㗎啦，係咪？喺阿蘇兒嘅呢個故仔裏邊呢，我會覺得可能佢心裏邊都會有呢一種嘅睇法存在咗。咁但係除咗呢個睇法之外呢，我亦都會覺得佢喺處理呢段關係裏邊呢，有某一啲嘅好重要嘅地方呢，佢都係處理得好差，又或者係一啲好關鍵嘅概念上呢，甚至乎可能係有一啲理解上嘅錯誤嘅。嗱，例如就係阿蘇兒呢，其實喺第一下開始同呢個男仔拍拖嘅時候，已經係高估咗呢一段關係嘅穩陣程度同埋佢自己嘅重要性嘅。嗱，女仔呢，喺男女關係裏邊呢，經常都會有種錯覺，就係覺得呢，其實女性呢應該都係個地位呢係會略高過男方半格嘅。可能係一啲嘅媒體嘅渲染啊，或者係一啲主流嘅一啲嘅説法啊，其實都好多會有呢一種嘅傾向啦，甚至乎可能係大家即係睇得太多《我的野蠻女友》嘅呢一類電影啦。咁但係實際嘅運作，最終雙方喺關係裏邊嘅地位高低呢，其實最直接就係取決於邊個需要邊個多啲，又或者調翻轉講就係邊個冇咗邊個唔得。嗱，就好似好簡單。如果你係一個員工，
你要同你老細爭取加人工嘅。咁如果你老細知道呢一刻佢係唔可以冇咗你嘅，佢係一定要你留低幫佢手嘅，好自然佢就會好鬆手咁加人工俾你啦。但係調翻轉，如果係個員工俾個老細知道佢係唔可以冇咗呢份工嘅，咁你覺得喺呢種情況下可以爭取到加人工嘅機會率啊，又有幾多呢？咁其實拍拖都係一樣。另外啦，喺啱啱大家拍拖嘅時候呢，其實都係一個熱戀期啦。不過呢，另一方面其實都係一個互相觀察嘅試用期嚟嘅。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啦，男人呢都會比較願意主動行多兩步，甚至呢會願意去承受對方多啲不合理嘅對待嘅。不過正正就係因為咁啦，就會好容易令到對方呢意識唔到呢一個潛在嘅危機，就好似阿蘇怡呢一個嘅 case 咁樣啦。咁而另一方面啦，阿蘇怡其實呢，佢喺過去嘅關係裏邊呢，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嘅問題嘅。佢過去嘅一啲前度啦，亦都會喺個拍拖嘅時候呢，同佢不斷反映嘅。不過每次分手呢，阿蘇怡都總係覺得自己係被辜負嘅嗰方啦。而呢一種嘅心態呢，其實好多時呢都會喺男女關係裏邊出現。可能係被分手嗰方呢，總係會好易就將自己推咗落去一個受害者嘅一個角色裏邊。咁我都會成日都同啲家人去講嘅。如果一個人總係中意將自己擁入去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嘅話呢，即使佢真係受害者都好啦，其實最終咧，只會令到佢喺嗰個範圍裏邊咧停滯不前，同埋唔會去進步，因為佢會覺得我係受害者，所以所有責任咧都會喺對方身上，無論係工作又好啦，或者係愛情又好啦，都只係會令自己原地踏步嘅。其實即使係情侶關係，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好親密嘅一個關係啦，但係其實我哋都要明白，雙方咧都會有權利去合理地咁樣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如果任何一方咧過分咁樣去插手落去對方嘅生活啊，甚至乎喺一啲佢價值觀裏邊咧強求咧，其實最終只會係傷害到雙方嘅感情嘅。咁呢一啲呢，其實都係阿蘇怡呢不斷係犯緊嘅一啲嘅錯誤啦。而原因可能就係因為佢根本冇呢方面嘅意識，知道應該點樣做先至為之啱。佢純粹只係被心入邊嗰種好強嘅佔有慾呢，想去用最快嘅時間、最直接簡單嘅方法呢，去得到佢想得到嘅嘢。而呢一種嘅佔有慾啦，其實唔淨止喺大家拍拖嘅時候我哋會見到，甚至乎係喺分咗手之後呢，我哋都依然喺阿蘇怡身上呢，佢嘅行為上邊咧，好清楚咁樣揾得到嘅，就係當分咗手之後，男方咧其實明顯對蘇怡咧依然係有留戀嘅，會關心佢啦，甚至乎會就住見到阿蘇怡有呷自己醋呢樣嘢咧，會主動去安撫佢嘅情緒嘅。咁呢一個我諗大家都明啊，即係喺分咗手之後，其實已經係冇資格去過問對方嘅一啲私生活啊，或者係任何嘢啦。咁但係男方都會喺呢一種關係下去安撫翻阿蘇怡嘅情緒咧。咁呢度我哋都會見到，可以復合翻嘅機會其實係唔細嘅。只不過蘇怡喺分手之後嘅所有行為咧，其實全部都唔係幫緊件事可以修補翻嘅關係，向住復合嘅方向去行，反而係將男方咧推得越嚟越遠嘅。例如係繼續去不斷去 mon 住對方嘅 social media 啦，咁然後見到男方可能有幾張同唔同女仔影嘅相，佢依然會有一種好大嘅妒忌心啦，好想去興師問罪，質問翻個男仔要一個令自己滿意嘅解釋啦。好明顯就係見到佢未意識到段關係點解會行到去分手嗰個問題核心，佢亦都唔知道自己簡單幾句咁樣嘅提問啊，嗰個破壞力其實係可以好犀利。每一個蘇怡嘅行為呢，其實我哋換個角度睇呢，都係反映緊佢全部都係一個好自我中心嘅角度去出發，自己嗰下有咩感覺呢，就需要做一個跟進嘅行為去滿足翻裏邊嗰種嘅情緒。最簡單就係嗰個嘅千字文啦。如果你之前已經做咗一啲嘢，影響咗對方嘅心情，但係問題就係當你清醒翻之後呢，你個人就會好內疚啦，亦都會好後悔啦。就係因為要去平復、安撫翻自己呢一種嘅後悔嘅心情，寫一篇嘅千字文，解釋一堆嘢 send 過去俾對方。我諗大家都試過啦。
就算同你啲 friend 傾偈都好啦，如果佢無啦啦喺個 WhatsApp 度 send 一堆好長嘅資料，或者佢自己一啲好多嘅感想 send 過嚟嘅時候呢，好多時基本上就係唔想睇，因為真係好長，亦都要好嘥時間，又要去消化，又要去諗點回你。咁如果阿蘇怡喺呢個情況下冇諗到就係其實男仔之前已經俾佢搞到有啲嬲噶啦，但係當你自己清醒翻之後，你又希望對方可以即刻原諒你，所以你就 send 一堆千字文過去。其實呢一種做法呢，佢只不過係由自己嘅角度出發，由自己當刻嘅情緒去控制佢自己嘅行為，但係佢冇考慮到佢呢個行為對成個大局，對大家係咪可以復合翻、修補翻段關係，其實只不過係有害而無益。咁所以綜合翻阿蘇怡喺分手後嘅每一個行為或者每一個嘅處理呢，真係堪稱係災難級嘅。如果咁嘅話，最終段關係又可以有機會修補到完全冇得掹，亦都係能夠預期嘅。咁以上呢，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同埋我自己對故事嘅主角呢嘅一啲分析啦。咁喺最後啦，我都可以同大家傾翻少少剛才問大家嘅嗰個思考問題嘅。嗱，如果我哋真係遇到一個超強佔有慾嘅情人，除咗分手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處理呢？嗱，講開分手呢樣嘢呢，我自己都想加少少意見嘅，因為呢，大家成日喺市面上呢聽到好多嘅一啲説法啦，就係所有感情問題都係建議分手啦咁樣嘅。嗱，我覺得呢啲説話呢，其實當然啦，講出嚟好好聽啦，又好似好好笑啊，好似好有型咁啦。咁但係我自己嘅角度呢，我又會覺得當係一句幽默嘅一句説法，咁我覺得都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所有感情嘅問題其實最簡單咩都唔諗就係分手嘅話呢，我諗呢個都係有少少唔係好負責任，或者亦都未必對自己有益嘅一個諗法嚟嘅。咁當然呢個係我嘅自己嘅睇法啦。好，咁講翻正題啦。如果大家真係遇到呢一啲佔有慾咁強嘅情人嘅時候呢，可能我哋都會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咁佢都係因為中意自己，所以先至需要多啲陪伴啊咁樣嘅啫。盡量不如去試下配合佢，咁到佢真係滿足咗之後啦，咁佢咪唔會再煩住自己啊，唔會再要求咁多咯。如果大家有試過以上呢個方法嘅話呢，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如果遇到呢一類佔有慾強嘅人嘅時候，你越去希望滿足佢嘅期望呢，其實佢只會要求得越多。佢嗰種慾望呢，係只會係不斷向外擴展啦，然後去到一個呢係無止境，甚至乎去到總係有一刻呢，你根本滿足唔到佢嘅一個點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都真係覺得呢個人係自己真心中意，但係佢又咁鬼有佔有慾，又唔想最終因為咁而炒車嘅，我諗首先就係要自己設定翻一個合理嘅底線，就係自己認為喺人生裏邊拍拖應該投放幾多資源落去。如果你清晰，其實拍拖對你嚟講，可能當啦嚇，我係用1/3人生時間嚟到拍拖嘅啫，多啲呢已經係唔係好接受到噶啦。咁如果你自己好清晰呢樣嘢嘅，就需要去堅守翻呢個立場。除咗講話不斷無止境咁想去滿足對方，只會令到佢嘅慾望不斷膨脹之外呢，其實調翻轉呢，好多時呢，我哋都會忽略咗自己嘅承受能力嘅。意思係咩呢？OK，因為呢刻我好中意佢，然後我盡量想去滿足佢，但係當我覺得越嚟越辛苦嘅時候，去到某一個點呢，我會突然間叮一聲呢，會醒，然後會發覺其實我唔係想要一段咁嘅關係，甚至乎喺你醒嗰刻呢，你會發覺其實你已經唔係咁中意對方啦。咁到最後都只係分手嘅一個結果啦。但係呢一個其實並唔係一個好好嘅處理方法，因為只不過係將嗰種壓力全部先放喺自己身上，到自己頂唔順嗰種壓力嘅時候呢，就推倒咯。其實對方亦都從來冇機會知道佢自己嘅問題。而另一個方面呢，與其用咁多時間想去滿足對方，可能要幫佢諗去邊度玩，諗送咩禮物，然後不斷要打卡，去到邊都要報到。咁反而呢，我會建議就係多啲時間去擺喺自己身上，提升翻自己喺段關係裏面嘅籌碼。好簡單，就係你保持你嘅吸引力，保持你嘅市場價值，甚至乎呢，慢慢可以再提升嘅。就算對方真係因為你滿足唔到佢，發晒脾氣，揼蹄揼爪，但係最終呢，其實佢都係要就範，因為佢唔想失去你，
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個例子咁樣，喺一啲關係嘅拉鋸嘅過程裏邊呢，最終其實都係睇邊一個需要邊一個多啲。咁所以呢，自己不斷提升翻喺情場入邊嘅價值呢，其實亦都係等於你增加緊自己喺段關係入邊嘅掌控度嘅。咁以上兩點呢，就係我可以俾到大家呢一個問題嘅屬於我嘅答案啦。咁當然啦，都建議可以大家呢就住以上嘅內容多啲去思考下。或者咧，你可以揾到你自己嘅一個答案，更加適合嘅都唔出奇嘅。咁好啦，今日嘅時間呢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或者係我嘅一啲嘅睇法，如果你都覺得同意或者中意嘅呢，都可以多啲俾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咁我哋就下次再傾，拜拜。